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了伊名的明灯，用学了的话来显明伊荣光。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了你，要吟诗学了你啊！是咱要来记载历史图片段第7章第30到34节。大武汉版第142页，和合本第142页。我是用大武汉版的版。过40年，伫西奈山的旷野，四地火焰的中间，有天使对伊显现。摩西看了，奇怪所看到的，拄啊问我要认真看，就主的声讲。我就是你的主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摩西硬硬抓，毋敢认真看。主来讲，你的鞋要放起来，因为你所徛的位是圣地。我的百姓伫埃及，我实在看见因的困苦，也听见因的苦悔，就降临来救因。当你来，我要找你去埃及。我再用和本来读一次。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在荆棘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觉得很惊奇。正往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确实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现在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牧里台湾很大带领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来使用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就把今天这个信息的时间交给这个林牧一台湾。在座的牧师、长子、众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首先来到这里，先感谢教会的小会以及众弟兄姐妹的接纳，使我们3层教会能够在今天的主日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并且带来我们的需要，在上帝的灵里面、信仰当中彼此来扶持。很感动，在今天的早上当中，虽然礼拜的过程当中有别于在我们原住民教会当中全程用台语，我也很努力的听。那也要请大家尽量，今天的礼拜是华语的礼拜，因为我没有办法用台语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一早当中也听到了诗班的4部的和声，其实这个对我来讲也勾起我在小时候的记忆。我记得在过去长老教会、传统教会的礼拜当中，都是4部的和声、4部的献诗。但随着现在的社会的音乐的主流的改变，好像有些教会，特别是原住民教会，也慢慢开始没有这样的4部的和声的音乐，所以很想念，也勾起了很多的回忆。所以今天的早上的感受下来是很感动，也是很温馨。那今天的主日当中，用上帝的话语跟大家分享顺服上帝改变的心意。首先，我们知道今天是10月30号，大家知道再过一天是什么日子吗？10月31号是每一年我们教会都会过的宗教改革纪念日。那每次在宗教改革纪念日当中，总是会提醒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要知道在宗教历史上的一个大日子。在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他将95条论点贴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前面。
然后当时候他将这95条论点里面，作为当时候抗议教会腐败、堕落、错误的行为，他站在这个大门前面，接受大家的一个提问，接受大家的一个辩论，所以打开了宗教改革之路。所以在现在的台湾基督长教会也是通过宗教改革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加尔文神学家主张在宗教改革精神里面有4点，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第二个是圣经就是信仰最高的权威，也就是唯独圣经，再来就是万民皆祭司，最后是上帝的主权，也就是将一切的荣耀归于在父神的面前。那也通过这一段教会的历史，因着马丁路德敏感的眼光，看出当时候教会现况当中的软弱，以及许多不合乎圣经教导的行为跟准则，在这个地方提出严重的抗议跟勇敢的指正。这些的主张跟这些的论点，在当时候的欧洲国家广传之后，成为一种运动。一直到今天，我们台湾基督教教会仍然在改革当中进步，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也是一样，讲述在圣经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记录。今天的这个记录呢，是在基督教会早期的历史，这是一段在司提反生命当中的一个见证。他的见证里面也当中提出了控诉当时候宗教领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载文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司提反他不抗拒，勇敢的面对当时候的领袖，去面对在教会内部的当中的问题。那经文的一开始，他提到了摩西，在摩西的一生当中，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里面很清楚的记载摩西的一生。他在埃及出生，长大成人之后，他出国去缅甸留学，一生当中也都在皇宫当中接受教育。当他学成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土地的时候，上帝让他看见一个异象，也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很重要的一个 logo， 那就是焚而不毁的异象。在这个焚而不毁的异象里面，我们看到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派遣，要摩西去完成一个使命，也就是带领当时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当中所有面临到的困难，带领他们能够出埃及。不仅仅在这个使命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使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以色列人能够从一个奴隶的身份转变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身份。第二个，在埃及的400年间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没有很清楚的在那里记载他们有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当上帝要使他们能够得到拯救，要呼召摩西去改变以色列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把他们拜偶像、拜埃及的这些神明的这一些信仰的一个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转变回来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在这个使命里面，我们也看到，他虽然只是呼召摩西去做这件事情，但我们在圣经的历史里面看到，遇到了许多的困难。第一件事情，他们碰到的是什么？法老王的一个刚硬的心，不断的阻挡他们，使他们没有办法顺利离开埃及。那第二个，就来自于以色列人本身自己的性格。当他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他们跟着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常常为着吃忧虑，他们常常为着明天要去哪里而埋怨，不断的去质疑摩西领导的一个能力，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怀疑上帝到底为什么要让他们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内忧外患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里面，我们看见摩西的使命就更加的沉重，更加的困难。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当他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时候，有多少的基督徒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能够愿意并且与上帝同行，为你的信仰来付上代价？有很多的时
候，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当我们的信仰要做改变的时候，今天的主题叫顺服上帝改变的心意。当上帝的心意临到的时候，要破碎你的生命，重新再被建造的时候，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付上代价与神同行？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为这个答案留一些空间，自己去思想。所以历史就是在上帝的作为当中看见上帝的心意。司提反在这段经文的陈述里面，就是引导当时候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清楚的回顾他们过去祖先所走过的历史。那也因为司提反的看见，他知道上帝是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上帝，是一个信实掌权的神，在每一个时代当中都要做新事的上帝。所以在这个里面，司提反他在这篇经文看到上帝的心意。当司提反被送到法庭之后，他在这个法庭最后，他提出了摩西的律法。首先，我们先来看司提反。司提反他是犹太人，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犹太人。可是呢，他跟摩西相反，他从小在国外长大，他国外长大学成之后才回到自己的故乡耶路撒冷，跟摩西是相反的。但是神在他的身上使他看见上帝的心意，也就是今天的经文，他说什么？他看到上帝的心意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就已经把这个种子播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要通过拣选一个民族，将这个福音广传到全世界。哈利路亚！在这个过程里面，简单来说，也就是通过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族，将这个福音的种子在这个民族当中生根，然后借由这个民族，让全世界的人看见上帝福音的心意。所以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圣经不就是在讲述以色列人的历史吗？不就是在讲述以色列民族当中所发生与上帝所有一切的故事吗？这个就是司提反所看见的。从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里面，神的心意就临到在我们的当中。从旧约走到新约，走到2022年的今天，神的心意都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的经文说，第31节，摩西听见有主的声音，司提反说，这就是上帝的时刻。33节说，脱掉你的鞋子，因为这是圣地。意思就是上帝要每一个人顺服，脱掉你的鞋子，顺服上帝的带领，因为这是上帝的时刻，神要改变的时刻，神的心意临到，你就必须要改变。所以当今天的经文提到司提反，虽然最后他的结果仍然处于死刑，仍然殉道，但是如果你们能够回去翻宗教历史的一个书籍当中，在第1世纪当中，这一些在那个时代里面的有权有势的人，在第2世纪里面完全消失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所以这说明了什么？当上帝的心意临到，若你不愿意与神同行，谦卑的改变自己，看见神的心意，顺服在上帝面前，你会被你自己的无知跟老我给淘汰掉。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是基于在教会跟教会当中的彼此的需要跟扶持。我感谢庄牧师以及主任牧师的一个接纳，让我们在过去的1年当中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邀请，等候了1年的时间，在今天的主日跟大家来见面。其实我是2017年来到苗栗市3层教会来牧会，这间教会呢的历史不到你们的1/3，这间教会到今年才第36年，我是在第31年的时候进入在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的起初是因着一群泰雅儿原住民在泰安乡，因为工作的关系、家庭的因素的改变，不得不下到山底下去工作、去就业。那我们的草创的一个牧师，已故的刘公会牧师，因为看见了当时候泰雅儿族人在都会区当中的需要，所以他们全家搬到这个都会区当中，将自己的家里的最高层的第3楼成为一个礼拜堂，
接待大家，能够在那边继续灵命的培养，陪伴他们在都会区当中的一个信仰的造就，所以开启了这间教会的历史。那这间教会的历史，在过去的这些我还没到的31年前，经历了购堂的这样的一个事工。那当我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所面临的是他们购堂留下来的250万的贷款。那在今年第4年当中，我们一直期盼的有信心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工。可是当我们回首来看到教会的内部状况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在过去这间教会当中的牧者，以及中间带领超过10几年的一个属托传道，我是第一个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到这间教会。这么说，大家应该就会有心里有疑，在这个教会当中，过去的时间当中，没有一个有秩序的，就像牧师刚说的，凡事都有秩序。教会里面也有教会的秩序、教会的行政组织、教会的法规。那在这31年间当中，这间教会就是很自然的、很自由的，在他们的共识当中去运作教很多的事情。那身为一个刚毕业的神学生，传道师派到这里，我就学以致用了学校教的很多的方法，那教导他们。当然也不是一开始就教，进入到教会里面的第1年是做观察的工作，我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带着这样的一个250万的贷款，对于一个菜鸟的传道师，又从小在部落长大，要进入到都会区当中牧会，跟部落的教会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的时候，那个冲击有多么的大，我就很像以色列一样，我一开始去，我就在那边埋怨上帝，我说神啊，你把我派到这边干什么？我的信徒都这么老，他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还要背250万的贷款，我们1个礼拜的奉献有没有3000块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有很多的埋怨，我也有很多的想退缩的时候，我也常常跟上帝说，为什么会是我？所以我也很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常常抱怨，我也是那个不愿意离开自己舒适圈的人。我也常常跟神说，快点把我派回部落，那个是我所熟悉的环境，那是我所熟悉的舒适圈。所以当我在面临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冲击，也面临教会当中要彼此配合、要彼此重新改变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果不其然，第2年我们的教会就真的发生了长老的出走，我们有2位的长老离开了。虽然他们的离开有迹可循，在很多的时候，在开会的过程当中，推动事工的理念，我们都会发现常常会有所阻碍，也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启动的部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神总是给我一个力量，告诉我顺服。所以经过了时间的一个经历的时间的一个过去之后，我们回头去看，这有上帝的心意。当他们离开教会之后，当然陆陆续续也有一些同工的离开，可是他们的离开看似我们很像是一个被分裂，看似一个很像是被瓦解的一个教会，但是神的祝福超越这一切我们所能担当。因为在这个之后，我们就开始看见教会的安稳跟稳定。所以我要讲的是，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如果看见了上帝的心意，知道了神的心意，就当顺服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就会如同像这个经文一样，那一些领袖，在第1世代的领袖，因为不顺服上帝的心意，不与神同行，不委身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上帝让他们被自己的老我跟无知给淘汰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我们常都说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那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能够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心意吗？神的心意又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其实改变了工作，看见上帝的心意，其实不是一个随便的工作。你要改变，你要转变，一个教会要转型，一个宗教要改革，都不是突发性，也不是一时，而是你要能够转对方向。那个方向在哪里？我们一定知道，在上帝的面前啊，
那上帝在哪里？首先，你们要看见，今天是2022年的社会，2022年的教会，你有没有对准在2022年的教会跟社会当中看见神要我们做什么？你不可能带着过去像我们教会，我不可能带着1986年设立教会的当时候的教会的状况，当时候教会的教室的情况跟社会的状况跟主流状况放在2022年的教会里面来使用。虽然我们知道神是多元，上帝的方式是多变，真理不变，所以我们能不能够看见上帝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有他的心意，然后你能够顺服做出改变，有新的创新的一个教会的运作当中来跟神同行。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检视我们自己现在灵命的一个状态。你是跟上帝的方向相反吗？你不在2022年吗？你在19多少年吗？在非2022年的世代跟社会当中吗？如果是，我相信你在做教会的事工，你在跟上帝同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常常格格不入。但是神总是让我们在尽头、苦难、问题当中，看见我们需要顺服神，看见我们自己的有限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相信神仍然能够接纳我们，带领我们走往一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如同像以色列人一样进入那新的应许。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有很多的感动，因为待会我们会献诗，这是我在三德教会牧会4年以来，可以说是第一次带着部分的长子跟会友进入到平地教会当中来做侍奉。其实我知道，去年我就知道我会来这边牧会，然后我就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我们教会的信徒都是年长者，那我们的年轻人真的很年轻，就是幼稚园然后社青也很少。那在都会区当中，特别是在苗栗，又是客家人的一个民族的地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基督徒的福音的印图在哪里？就是客家人的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难去想象，我们的会友也长期在跟客家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已经慢慢的失去原本原住民起初那种分享、互相帮忙的那一种很美的那种性情，常常都是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很多的时候也很害羞的跟大家分享。这对我们泰雅维族来讲是一个很另类、很奇葩的一个性格那因为好几年的在都会区当中的生活，不难也多少会被影响。但是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们仍然能够从信仰里面找回神起初创造给我们泰雅维族有那样的一个自然分享、乐观的性情，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播出一个活泼的教会。所以我相信，虽然我们的教会仍然还有很多的不足，这250万当中还剩下80万的代表。那我们不足额还有20万，那明年也将要碰到一个挑战，也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是总会小型补助方案的教会，那每个月总会协助在人事费的人事献礼当中，就是传道士献礼里面会补助1个月的1万块，可是到今年11月就结束，所以明年我也要面临要公布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教会其实我的长老都很有信心，都跟我说传道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时间到了，我相信神会成就。所以也因着长子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不断的推动在苗栗市都会区当中的福音事工。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足，有很多的有限，但我们都始终相信，坐在最微小的人身上就是为主做。所以我相信，虽然我们的信徒有很大的幅度需要成长，也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但是在过去这4年当中，或许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攻击，因为前面的长老出走，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状况以及攻击在当中，也有很多的人觉得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动荡，也有很多的茶余饭后的一些话题在当中。但是回顾这4年来，我在上帝面前只有感谢，因为我看见我的信徒
从不敢传福音，到现在敢跟家人传福音，从没有固定的奉献到现在的约定奉献。我们不要讲1/10，约定奉献。那到不敢参与服事，到现在能够愿意勇敢地站在台上服事上帝。所以我都鼓励我的信徒，我们不要看人数的多寡，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就是一个教会的复兴。我也相信上帝仍然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虽然小，但是神的心意仍然在当中。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就会看见神的事工仍然在这个地方，要让我们看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使命，即便很困难，但是我相信有神的心意在当中，我们就能够看见神迹奇事。也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在苗栗市原住民都会区泰雅维族教会的宣教的事工来摆上祷告，也邀请你们一同分担我们的需要，也愿我们能够一同抓对上帝的心意，转对方向，看见神在哪里，在这个时段里面，这个世代当中做上帝要做的事。我们一起来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知道神你的时刻到了。通过旧约和不悔的异象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是要承接起不同世代、不同处境、不同现况的使命，为的是要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聚焦在你的方向，而不是为自己自以为意的方向。也恳求上帝，你开启我们的眼目，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清楚你的心意，使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为这个时代，为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付上代价，免得被我们的无知跟老我给淘汰掉。我们如此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就短短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就图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教会现在的状况。好，帮我放下我的 PPT。好，那我们是坐落在苗栗市，在苗栗火车站，3分钟路程就到，头屋交流道下也是3分钟的路程就到我们的教会。那这个是旧会堂，也就是我刚刚在讲道当中，我们的草上的牧师一户的永牧牧师的家。那他的家的最上层就是我们起初设立三平教会的一个会址。那这个是他们在上礼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便，所以才促成他们之后构成了这样的一个福音事工。那这是他们在聚会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影响。好，这个里面有很多有往生的啊，或者是那样东西，这都好几十年前的照片。好，这是当时候，那这个就是现在教会现址的前身，他们做了修缮，然后把很多的一些构造都有改变。那这个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那右下角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大门。我们的教会很特别，我们跟土地公在那边一起。我们的这个门过来一点就是土地公，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要去我们教会找不到我们教会，因为必须穿过土地公下面的那个拜拜的那个地方。所以才会找到我们。那这个是我们的大门，因为它在边间起初他们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来到这个教会。我到的时候它就长这样。然后这个是外观上的改变。然后这是我们在4楼当中有预备接待做一个通铺，应该可以塞20个人，应该没有问题。然后另外一间还有双人房的一个接待房间。那这都是这个是礼拜堂这个是一开始我去的时候礼拜堂长这样，等一下你们看我的礼拜堂变很多。好，那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呢，我在去的时候的第2年的尾巴的时候，原民会有一个计划叫做原住民文化站，这个就有一点点像你们平地人的那个就是日照中心，只是它是给原住民。那我们就是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4点，那我们也在这个当中新增了2个照服员，他们就像公务人员一样，1个月是领3万多块，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然后在这里去服务苗栗市原住民55岁以上的老人不分族群，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礼拜堂本来很白嘛，因为教会有同一个地方有文件站，所以我们就要求我们的设计有美工恩赐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完美墙，所以你一进到我们教会，一进去就是这一面墙。
好，这个是我们站上长者在课程当中，他们很多的课程都针对文化性的、延缓失能，还有一些怀旧的课程，还有一些运动、头脑保健、激励训练的这些课程去做设计。因为在这个计划当中，它有规定3个模组一定要完成，所以照服员就会按照这个计划当中去编排课程，所以他们就很像老人的幼稚园啦。那早上1到5教会就是文化健康站，6日就是教会的侍奉，所以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教会都能够在每一天都能够是活络起来，是开着灯去服务需要帮助的人在。那这是他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那这个有看到这个拱墙，这也是我们的社青画的，因为它本来一开始都很白嘛哈。那我们也是想说多元的一个教会，虽然画出来很像达悟族的颜色了，但是我们其实也都能够接受，在灵行当中，不管是泰雅族、塞夏族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图腾，所以我们在多元的教会里面也做了这样教会的一些设计。好，那这个就是他们在文化课程里面，他们有一些以前的传统的竹筒班的课程，所以就在这边分享。那他们做完就可以再回家，所以他们是在那边上完课吃饱，然后回家哦，所以其实是很幸福的老人家。好，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结合苗栗市的健身房，然后请健身教练来教老人家做肌力的训练，然后延缓他们的生理上的需要，不要太早老化这样。所以这也是在云林会的计划当中所承办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也结合当地的学校啊，有裕达科技大学，也有卫生所，也有医院，他们都会来做卫教、做课程，那也提供我们的站上长者跟教会内部的很多的一些资讯这样。然后这个就是教会自己办。那我也可能因为在那边时间也久了，认识了一些人脉，就会跟原乡的乡公所啊，或是一些市政府的一些园林的一个窗口去来办活动。那这个就是老幼共学，我们就会在那边一起来分享。然后这个就是很特别哈，我们自己做自己的族服，我们身上穿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请老师来教，然后我们申请经费，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负担200块的那个材料费，我们就做了这样一套衣服。所以中间那个2个白色头发那个是我们教会的很老第1代的信徒，他们也自己到80几岁自己做自己的衣服，所以在这个课程当中也很开心。也能够服务到他们的需要，然后让他们也可以为自己在年老的时候有一套族服做一个身份的认同。好，那很感谢上帝的是，在我们教会当中，经过了35年的时间，我们产出了一个教会的神学生。那现在就读在富山神学院大学读2年级，这是我在牧会当中最大的感动。其实我从来没有预料到我们的教会会有一个神学生。那其实我很感动，也很感谢上帝。我相信有上帝的心意。那这个神学生，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创这个教会的牧师的孙女所以他有这样看见。可是他从小都在都市长大，他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然后他回来教会1年，他就有这样的感动，有上帝的呼召，所以我们就扶持他。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现在在做。所以我们教会虽然很小，可是神的恩典真的够用，而且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也相信神在这个当中也纪念我们教会的需要，也纪念不同教会的需要。虽然我们是众肢体，但我们都取决于上帝同一个源头，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愿上帝祝福我们，谢谢。
宜轩啊，陈宜轩，其实他那个什么，你如果没有当传道的，我是建议你可以去走政治，因为我从他的身上看到的特质他母亲的这个黄秀芳有一个相同的特质，就是黄秀芳就是彰化县的那个县长候选人，因为都是看起来就很认真，他蛮会让人家觉得很想亲近的那个榜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18岁，他都叫我装爸，装到现在，已经他有生了3个叫专业的。他从小就是这样，他很认真，你无感觉看黄秀芳都感觉那些特质。所以今晚请那个王三林教授请问站起来。原住民他们会改为去他们的那个他们自己的那个名字，所以在我的印象，我还知道他的以前，那时候18岁，连现在那个先生都还不是男朋友，那时候就是拿一个小女生，他都坐在旁边那边在那吃饭，他看那个样子，眼睛小小的，一直到现在，我也很高兴他现在可以读他里面。他以后真的可以出来选那个平地的队伍。谢谢。咱大家继续为一个才有几个来介绍头一个是谢依霖。伊是迄个板桥龙恩堂，第二个是刘惠妹，副理长海个警察第3个就是咱个钱玉姐，要最近你们来说多情侣，是以前我们彰化县的。伊应该是属联合教会嘛？彰化教会伊嘛是咱教其实我要出一个题目互伊我较随便出一个题目，我足想要请伊讲几句话牧师，各位中职，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我是伫这两天教会受洗礼，然后转来中华已经差不多这个30年我即马这个80岁啊。真欢喜过去咱每牧师伫中山教会时，其实大家拢足熟悉。我担任馆长的时阵，迄阵吴国良牧师就是中华教会的牧师，伊讲我虽然迄个时阵伫中华教会，但是讲我袂使干那伫中华教会，我着爱逐间教会拢去参加礼拜，所以其实甲教会拢足熟悉。不过无长期了后，就伫咱的北挂山骹，咱的过去的成功营区，我伫遐推动咱台语文创意园区。因为咱大家知影过去的国语政策，结果原住民的朋友，原住民的语言也很多流失了。台语嘛是共款，足侪特别是即摆中间土拢袂使会晓讲，袂使人听。我感觉这足严重，特别就是咱的长老教会，我嘛感觉讲青年甚至连祈祷嘛着爱用方言来讲我感觉伫长老教会台语着需要搁加强是，我开始烦恼。所以伫咱的北挂山骹，我也有推动咱的台语文创意园区，已经是4档5档即马拄好对着咧选举我想讲，我即久无来
中间教会，嘛借机会原来佮请5岁牧师，虽然伊即摆伫顶吼，但是我受伊有同在讲，我着一间教会拢爱去，所以我应该来遮甲大家请安。嘛，先做报告我牧师讲，黄秀芳是我过去一直伊对我已经27年，伊是我国会办公室的助理，伊地方中华的办公室的主任，所以伊担当议员3届，立法委员2届，伊一路拢斗到做伙吼，对着咱的本土本地的语言文化足要紧，而且足认真做工课，足要紧，足实在。所以即马即便是总统，其实足侪人咧争取选馆长，但是总统蔡英文特别指定伊爱认真选，因为看伊实在上认真、上袂学袂来。所以我是讲，我嘛应该借机会来甲大家报告一下，伊是一个会当信靠、会当支持、会当期待的人，所以请大家本来会当来支持。阮一直拢同齐咧做工课，阮咧推动咱的本土的语言，其实我对着咱的妇女家庭的问题、福利的问题，秀芳都甲我拢共款做伙伫咧推动。所以是讲，我来借机会来甲大家报告，请大家会当来支持。因为总统指定的时间足短，所以检查也阁无机会来到遮。我是讲，我嘛借机会甲大家报告，希望大家会当通斗下手，家己斗推动，伊是一个会当信靠的人，请大家会当做伙来支持。另外就是对着咱的本土语言的推动，我想讲。咱的教会应该有若是全力伫咧支持。头摆就会听到咱的传道有咧讲起讲，是山地都市的迄个山地教会。咱知影即马国家已经有宣布，咱有2019年已经有国家语言发展法，应该是原住民语、甲台语、甲客语。拢是咱的国家语言，所以而且我想咱应该嘛知影，有特别是即马有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推动的方案，即马5年有300亿，5年300亿，所以过去咱拢全力咧推动国语，然后即马个双语政策4年100亿。本土的语言较无够英文，即马已经努力会争取，所以即马我想讲对咱的教会，嘛会当对遮人对着本土的语言，咱的原住民嘛是咱本国的语言，所以即个应该有人会当有资源，会当做伙推动，然后咱的国家足侪政策，我看咱的牧师真正是足甲你家拍鼓家鼓励大家拍鼓一个好，因为实在是足认真的。牧师讲你应该会当去参加选举，然后做咱的议员还是立法委员，我想对咱的信仰、对咱的语言、对咱的文化、对咱族群的发展，应该拢真有帮助才对。我想用安尼甲大家报告，请大家做伙伫基督中做伙来努力感谢。非常多。感谢平安。伫咧报告的内先，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音符，102跟多有书第7章第1节，咱台语来读两遍，读了再来读华本华语的部分。来，我们先来读台语，来，请。一人加一本，但有情义不息，独立最宝贝。到时内大赏，兄弟来翻转正性。所听的兄弟啊，既然有这个应允，咱就清气本心，除去一切肉体甲神的垃圾，应为上帝来翻转正性。
来和合本的部分，我们一起来读2遍，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个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个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11月份的